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湾作为小路伫民委会注意手中接下恢复族名以后的身份证，对真侪原住民来讲，传统的族名除了代表顶一辈对伊的期待，嘛是一种尊重甲文化。但过去因拢爱亲自到每一个机关申请做麻烦，不过现在市府已经一步一步互改名换证件，交到户政事所的单一窗口申请。目前包括有线电视，已经有16个机关会当同步来换新，相当方便。因为之前要更改名字的话，都要一个一个公家机关跑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阻力啊，就是那个族人恢复姓名这个部分。那现在就市政府有合作这个单一窗口 N 合一的话，希望族人们都能够一起来恢复传统姓名，而且方便多了，真的就不用再一家一家跑了。注意除了正式对外报告这项好消息，伊本身嘛率先响应，将因阿公所会祖族名字甲爸爸会汉字拢同时保留。我这个汉字啊，我们周族，我们汉字是爸爸起的，所以爸爸起的名字我也想要保留。那我们的这个族名是我们的，像周族的话是阿公取的，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很有意义，所以我采取第3种并列。根据了解，目前这项简化流程的便民服务，除了台南首创，而且升级到10个机关配合，更是伫咱才有。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科生科技扩大伫台湾的投资，专心伫延空科工区的厂房正式完工，27号举办剪彩仪式。因为这是该集团投入100亿资金，带动上千个工作机会，并且持续选择台南投资回馈的新厂落成典礼。所以包括市长赖清德等100位来宾甲同仁，用做伙见证动力盛大。永科工厂落成典礼，请用解。永科工的这个厂是我们这10几年来第3个新的厂区，也是我们在台湾最大的一次规模的投资。我想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说它有将近100亿资金的投入或者是说它会带来几千个工作的机会。也到今天大概永科工已经有1500、1600个员工在这里上班了。那更重要的是，它会带动更多更深的研发的布局，跟未来的这种投资发展的可能。那同时，这也是可成对我们社会乡土的回馈跟承诺。会中市长赖清德除了代表市民献上祝福，建议多年好朋友的角色来参观，肯定因投资台南对市民就业、社会安定以及教育、文化艺术等公益的支持。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全体台南市市民来恭喜可成科技永康科工区新厂落成启用典礼。我除了感谢他们投资台南，而且带动台南的发展以外，这20多年来，从永康的第1个厂房开始，到永康安南区科工区的第2个大厂房，到今天的第3个大厂房，那么已经提供了数千个工作机会，带动台南的发展。那第2个呢，可成科技也是一个公益的厂商，对教育、对弱势，那么对艺术发展等种种的社会公益，他们都大力的支持。根据了解，可成创立超过30档，那个加上进前的公司，实际上已经将近半世纪，而且每一摆因拢成功转型。过去20档当中，可成的营收成长150倍，就印证每一段成长的奇迹。而今仔落成的永康新厂，嘛是因伫台湾的第3个，同时是上大的一个厂区。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
针对日前卖香风来谣传引起基层不满，副议长郭信良也被人质疑带头煽动民众。对此，伊上午邀请多位公庙主委代表召开记者会澄清，强调伊绝对无这个能力，认为是恶意的政治操作。环保甲宗教的发展要哪平衡，这是目前咱执政党所爱做、爱研究的。你毋是做出互人误解的动作。甲讲出家己的想法尔，我做这个行为甲动作，竟然互人恶意的操作，这毋是政治斗争，啥物叫做政治斗争？鼓动公庙，我无遐尔啊厉害，我只是希望无论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爱解说互详细，毋通造成着大家误解。我嘛希望咱这个政治斗争到这就好，毋通阁无限上纲。我无鼓动公庙这个能力，这顶帽啊上过了大，我抵袂落。我再次的强调，人咧做，天咧看。新亚太祖宫主委也是南营道教总会长的王宪章表示，日前参加立法院召开的公听会，各政党党团以及环保单位也拢伫会内。在整个会议当中，并无感受到有卖香风路的氛围，场面也相当和平。我是一直就是讲，嘛已经有需要，因为咱这个国寺庙爱占据这个庙宇这方面，咱嘛应该负担就是咱社会责任，吼。所以讲你来就讲环保污染，当然咱小减少足地，咱会知影吼。当然我就是讲，伫环保方面，咱嘛一直爱去做。过来就是讲，咱各宗庙收入。我常常会讲社会教育，就是讲，像阮太祖国中，阮信任国小，所有的这经费完全拢从阮太祖经，哦，所以阮所做的工作就是，除非阮庙建设以外，就是阮所做的社会教育，哦，这方面。所以讲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我一再的澄清就是讲，今日不甲这个人员，我讲这事实互大家知影。所以这个公听话，大家听了嘛真和谐，嘛无啥物问题出现。副议长郭信良强调，伊并无妖言惑众，更加无鼓动公庙北上抗争，希望恶意的政治斗争会当到这结束。咱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在关市合并以后，市府有意规划将安南肉品市场迁到新华肉品市场，引发地方争议。立院的文件也烦恼迁徙了后，会影响肉品市场的竞争力，要求市府多方面征求肉品工会的意见，再慎重评估。咱建议讲应该着爱慎重考虑啦，着爱做好配套安尼啦。咱应该爱含遮个肉商、肉品工会，多方面来征求意见，来即个做好即个配套，来慎重来评估，会当来创造即个三赢啦。我想咱今仔日，就是讲即个肉品市场，要来对台南市，要迁到即个新华合并的中间呢，即个地点，咱应该爱即个慎重的一个选择，慎重的一个考虑评估，安尼才袂讲造成即个怎变做，互咱即个本来趁钱的肉品市场呢，因为迁徙了后，怎失去了竞争力，即个肉商怎四散。怎影响到这个业绩？台南肉品市场公司表示，因曾经去看过新界工业区、甲云仔、甲大屯的土地，但经过初步的环境评估，加上地方反对的声音，拢无法度找到适合的地点。你若是合并到新华，对团商来讲，会产生交通车阵的问题，非常不便。因此，伊希望市府会当提出配套措施来应用。安南肉品市场。咱嘛知影讲业绩，也是种种的客观拢是凭咱新华肉品市场较优势啦吼。但是咱因为伫这过程中间，咱肉类工会嘛是非常关心咱这会员的权益，所以一直咧要求着肉品市场这边是毋是会当重新考量啦吼。当然重新考量，第一项就是大关地，第二项。是毋是会当找一个新的所在？第三项就是讲
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是毋是爱如何来做配套啦？吼。对此，市府农业局表示，针对车顶鼓励的部分，将会来进行协商，并提出相关配套，等待评估以后再召开说明。但新闻站陈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让社区民众平常时就将预防灾害的习惯养成，东区区公所用心规划了侪地点，会当提供予民众发生紧急灾难时阵避难使用，同时也借由日常生活的演练，予民众会当真自然将防灾观念记伫头壳内。东区区公所的积极防灾作为，也予中央予以全国优等的高度肯定。我们为了要避免民众在遇到地震或其他灾害，能够迅速的来远离这个灾难，所以我们办理了全市的一个社区自主防灾韧性的一个示范观摩会，借由这个观摩会，让我们所有的里民乡亲在平时就能够养成居安思危，能够达到自助、人助、公助的一个避难的一个观念。我想公部门，尤其是区公所是第一线的防灾的机关，希望能够借由里民平常之间的一个互动，了解他要避难的路线、避难的地点希望借由演练、讨论，让我们这个避难的防灾地图落实到每一个家户。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东区今年度的防灾考核荣获了37区的第1名。那在上个月，我们也荣获内政部深耕计划第2期的全国特优。我想总统的肯定，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免于灾难。台南市东区总共规划了20个紧急避难的场所，也将区公所的4楼设为紧急灾害应变中心，随时做好因应意外灾害的准备，并呼吁民众平常时要加一份准备，日后就有加一层的安全。台南新闻网记者张伟忠采访报道。我们其实带的活动里面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样水也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政府首创娱乐餐点，打造全台唯一结合文化甲料理的飨宴。在去年推出7间娱乐餐点，受到好评以后，今年再度结合7间娱乐庙、14间饭店，甚至是7间观光工厂，推出点心宴以及娱乐的小旅行。希望国内外民众可以当伫7夕期间，到台南感受爱情的酸甘甜。今年总共有14家的业者参加，所以我们一间月老庙就搭配了2间的大饭店。哦，这月老做好配吼，拢袂去，唔知要安怎分，我分啊拄啊好。一间月老，2间的大饭店，还有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我们的所谓的观光工厂来加入，所以也有7家，刚好7家的观光工厂加入，所以就是1间月老庙，2间大饭店搭配1间观光工厂。所以今年希望大家全国的好朋友来到台南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可以住最好的饭店，吃最好的月老的料理，同时还可以带走伴手礼。这是咱今年长翁里足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市长赖清德表示，娱乐的加持更加是无分国籍。参像知名饭店总经理的引言，就是因为靠着娱乐的牵线来认识台南的造景。香格里拉总经理就是拜咱元老庙，今年要结婚啊！带台南的小姐呢？
咱甲恭喜一下啦。你看，真诶咧，真诶啊，愈来愈侪吼，外县市也是咱本市诶，哦，咱还未结婚诶查甫也好，查某囡仔也好诶，拢来庙拜拜呢。我迄讲听文化局叶局长你甲我讲哦，讲安尼吼，一年啦，咱台南市安尼庙兴食诶饼啦吼，讲几千暗嘛，敢毋是？哦，讲几啊千暗诶，这效果有出来咧。你看连这阿杜啊咧，阿杜啊咧，阿杜啊都要结婚啊咧。所以这新民是无你分国籍的咧。哦，你若来甲信伊吼，甲参拜一下，哦，甚至参加活动一下，你看卖啊，这个喜气就来啊。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的活动内容会当讲是丰富佮多元，除了美食享宴以外，各饭店也有推出大饭优惠，甲七夕应景主题，希望后来造访台南的旅客，拢会当感受爱情城市的魅力。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由乐林汉堡的执行长陈永忠带领，甲侪小朋友以及社会局长刘淑慧、大湾东百货公司店长、副总经理丁郎做伙挂上手套，亲手做出一份健康好食的乐林汉堡。因一站一站将汉堡组合起来，伫咧完成迄刻，小朋友也显出满意的笑容。这间在地企业已经营运迈入第10档，因不止用心卖汉堡。也本着企业良心，将事济济公益活动。2007年的8月，我们跟我的宝贝，就是我的太太，一起把这个品牌创立起来。10年来，真的10年了，到下个月8月就是满10年了，我们要迈向第11年了。这10年来，我们真的做到了很多大家其他人可能不想、不愿意，甚至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做的每一步、每一个很关键的决定，其实说穿了，就是在为我们台湾本土的品牌能够去尽一个责任。今天也特别要来恭喜我们乐林这边，创办10年，那也预计在未来每一个远东百货公司都会设立我们乐林汉堡啊！希望真的，如果我到花莲的话，真的花莲已经有了，对不对啊？用心经营的乐林汉堡，除了用真材实料、在地食材来做每一道餐点，也将因所赚的钱回馈社会，会伫咧固定一段时间就举办公益活动，发挥一位成为台湾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在台南震撼登场的 VR 次世代虚拟实境体验馆，但上届受少年人喜爱的知名百货公司13楼登场，业者推出3款无同款的优惠内容，有恐怖的鬼故事、刺激的拍僵尸，也有会当亲子同乐的科幻星球战争。这寡游戏拢需要团体做伙进行。业者也用心布置场景，包括所使用的庆机甲周边的环境、震动的效果，拢尽有路来呈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业者要让来耍的民众，袂因为耍一届游戏就头壳晕、头壳痛。因为我们的游戏主要是3款，那我们的特色是我们的东西绝对不会晕眩。那我们再加上我们有震动地板、震动枪支，那这个都是外面没有的体验。一般线下的 VR 都是它把你丢进一个机器里面，然后把你晃动个半死，那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晕眩、想吐，那可能短期之内你就再也不会想要体验 VR。那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游戏最少2个或3个。才能够进行我们的游戏，你只要是1个人是无法自己体验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创造出不一样的社群活动，然后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就是体验我们的 VR， 那就增进彼此的感情。因为气氛也做了相当的逼真，后来体验的少年朋友纷纷表示，真正真恐怖刺激。它这个游戏蛮特别的，是要靠团队合作。就是虽然你很害怕，可是如果你不照他的指令做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害到团队失去这个分数，或是游戏就会提早结束。所以它就是你就算再怎么怕，可是你还是要睁开眼睛，对，撑着把这个游戏玩完，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很紧张。我们会玩到冒汗。
你破关的、哦。那就是我啊，那就是我。他们每个人都吓得要命的，每个人都抓我的手，然后我真的很害怕，一直被鬼抽离，很害怕，然后就看到一个一个死掉，天啊！享受高科技又个安全的感官刺激，同时加当友近甲朋友或者是甲真人之间的感情，上界悬品质的 VR 虚拟实境，等民众亲自来体验。咱的新闻网站张文忠采访报道。红婴仔出生的时阵，因为血红素比成年人较济，肝脏机能搁较弱，容易出现黄疸。通常透过饮食，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当家己改善。但若是病理性的，就有可能影响到脑，甚至有生命危险，必须进行治疗。有关病理性黄疸的成因的话，其实很多种，包含说小朋友严重脱水，感染到一些病毒细菌，包含说泌尿道感染或者先天性的病毒感染，再就是说有些遗传性疾病让小朋友有个肝脏胆囊代谢失常的话，都会让小朋友在早期的时候黄疸创生过高，造成了病理性黄疸。这样子的话，除了说让它黄疸降下来一个这照光换血之外，我们还要最重要就是把它根本原因找出来去做治疗，才能够把黄疸上升的状况给改善。这样治疗黄疸，除了透过照光来将药物结合的蛋红素排出体外，也会当透过药物甚至换血的方式治疗。如果是窜升到太高的情况，就需要换血。好比说一个足月小朋友的话，如果是17、18左右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先给他那个打点滴补充水分，或者是照光，这样子来把它降下来。如果超过25以上的话，代表黄疸过高会穿过脑神经，这样会造成核黄疸的话，就下一步除了照光之外，还要再搭配换血的状况，把身体黄疸血换掉。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最终还是找原因跟治疗才是最重要的。医师强调，透过观察红婴仔的皮肤以及排便甲活力状况，也是判断新生儿是毋是有黄疸的方法之一。若是有无正常的情形，就要交由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甲治疗。但新闻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到我的胆囊过去，然后等到我们要消化。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